欢迎收听1月30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谦牧师，平安。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约书亚记的7章6到15节。约书亚记的7章6到15节，常言道，在哪里跌倒，就从那里站起来。在今天，上帝透过这段经文，让我们再次靠着他的话重新得力。上帝虽然要我们认罪，但他更要我们征战得胜。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我们会看见面对那个生命的破口，群体的破口，甚至我们很多时候在这个几年当中都在面对疫情的破口，我们要成为那个防止疫情蔓延，甚至不要让那个负面、那个羞辱，或者是那个使上帝不得荣耀的事物持续的在这个群体来发酵。那我们要怎么开始呢？当然就是在上帝的话语来开始，如同今天的话说，站起来。上帝面对约书亚的软弱，他要他站起来。这也是我们今天要祷告的经文，回到上帝对约书亚一开始的应许。在约书亚记1章7节说到，只要刚强，大大壮胆，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，不可偏离左右，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。他们遇到的不顺利，是因为这个上帝所拣选的群体违背他的命令，但是上帝没有让他们因着违背他的命令就永远那个堕落，或者是永远失去了他们从上帝来的应许。反倒在这个地方，我们看见当约书亚他软弱的时候，他悲痛的时候，他对上帝的心意感到疑惑的时候，甚至他对这个上帝的应许有许多问号的时候，上帝要他站起来，在哪里跌倒就在那里站起来。为什么匍匐在地呢？以色列人是因为犯了罪，违反了上帝的命令，他们拿了那些必须毁灭的战利品，那些当灭之物，他们拿了这些东西还跟自己的东西混在一起，他们把这些原本要献给上帝的战利品当作是自己的，以至于以色列没有能力抵挡敌人。因为这当中，这个军队里面有不属耶和华军队的，他只属他自己。上帝要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起来面对这件事，然后把方法告诉他，在明天要他在那个地方，一个支族一个支族，一个宗族一个宗族，一个家族一个家族，一个一个的上前来，直到他们找到那个人为止，直到他们找到那个不合神心意的人，并且要将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排除，因为他们全部都要属于上帝。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再次的邀请我们来思考，也再次的提醒我们每一个人，在新的一年即将到来，在今年过年的时候我不知道许多人过年，特别这2-3年是不是有跟家族的人一起过。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其实有很多的家庭，也很多的家族，他们是分开自行过年的，可能会用视讯连线等等，但是比较不会有实体的面对面，因为怕成为疫情的破口。但在这当中呢，我们分享的内容是不是带给我们家人盼望？我们分享的内容是不是让我们家人软弱的生命再次站起来？即将要来到的农历新年，我们可以怎么样透过上帝的话语来鼓励，
来支持，来分享我在2021经历上帝的心意，以及我在2022我要怎么样继续透过我的信仰来回应我的生活。上帝要我们站起来，也要我们的群体一起站起来。这站起来不是用自己的蛮力，而是有从上帝来的能力，要充满在我们当中。透过他的话语，我们能够来战胜在我们生命中那些软弱，我们可以战胜在我们生命中那些不合上帝心意的情况，我们也能够战胜在群体当中要一起来活出上帝的心意，回应上帝的恩典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知道我们生命的境况，如同你知道约书亚和这些以色列的长老一样。主，你知道我们的本相，你知道我们的需要。主，你更知道我们能够如何为你来活。主，谢谢你用今天的话语邀请我们在软弱的时候靠主来站起来，在无力的时候，主，你的话语使我们知道我们可以，我们有能力，我们可以顺从主你，我们来回应，我们来面对，我们来处理我们生活中有一些可能我们曾经靠着自己去逃避，或者是没有办法面对的事情。谢谢你在我们要过年的时候，让我们再一次透过你的话语来面对我们家庭，我们家族当中。主啊，我们要成为那带给他们好消息，我们要成为那个让他们在过年当中更多来经历上帝的福音的人。或许是透过在家族当中一起有一个感恩的活动，或者是我们一起来读你的话，甚至我们可以一起来祷告，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在去年当中，甚至在最近经历你的恩典，好使我们的生命靠着主你站起来，也使我们的家族跟我们一起靠主来站立。谢谢你爱我们，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谢谢你在即将要新年的时候，让我们从你来的盼望使我们的心有喜乐。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，愿上帝赐福你，新年快乐。我是世谦牧师，我们下次见。